嗱，咁大家如果經常睇我哋呢個頻道嘅，應該知道我自從舊年7月份左右啦我就認為咧，習近平咧已經大勢已去但係唔係等於冇權，仍然係有權，但係佢嘅權力咧係被削弱嘅。咁我當時就話，佢開始嘅時候，佢哋要削弱佢嘅就係佢嘅軍權。所以我當時就話咧，仲未到大權旁落我講舊年7月份，而係咧軍權旁落啦。咁軍中嘅強人咧，而家係張又俠，咁合晒呢個推背圖裏邊講嘅有一軍人新大功咁呢個就係因為張又俠係一個軍人啊嘛，咁佢個姓張噶嘛，張係公字邊噶嘛新大功所以。我唔係因為單單係推背圖，而係我各方面嘅跡象我綜合分析同埋呢個推理之後咧，我就認為咧，舊年即係三中全會嗰陣咧，已經係即係之前佢已經失勢㗎啦，但係三中係全會咧就開始第一次表露好清楚咁另外咧，我亦都係相信呢個傳聞係真嘅，就係三中全會嘅時候第一日。習近平咧就中風暈倒咁佢嘅中風可能都同佢嘅失權有關係啦。你諗下啦，佢自從2012年上台，一路係好威風噶嘛，手上嘅權力係有增無減噶嘛，係嘛？所以佢係係對佢嚟講，肯定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咁我同大家以前都已經喺呢個頻道分析過嘅，我話有三派人馬係憎死習近平嘅。咁而呢家三派人咧或者三種人咧係聯手對付習近平，所以習近平頂唔住噶啦。咁邊係三種人咧？第一就係紅二代、紅三代嗰啲革命元老嘅後代好似鄧小平嘅仔鄧樸方，呢個劉少奇嘅仔劉源陳雲嘅仔陳元呢啲人咧憎死習近平，因為佢哋個個咧。即係靠佢哋嘅老豆係革命元老啊嘛，所以咧就發咗大財咁發咗大財做咗好大嘅生意，但係習近平嗰啲經濟政策咧係整和晒佢哋啲生意嘅。咁最衰咧就係咩咧？好多呢啲口裏邊講嘅又點樣永遠忠於黨為黨貢獻一切成個生命都要獻給共產黨呢班人咧。口係咁講啫，事實上唔係噶嘛。事實上係乜嘢將佢哋啲仔女孫仔孫女全部搞掂晒，搬去美國然之後將啲錢咧一批一批咁匯去美國咁而家習近平統治下嘅中共咧，係越嚟越同美國嘅關係越嚟越衰衰到咧甚至可能咧。只要你係同共產黨有關聯嘅，譬如話你老豆係共產黨員或者你嘅阿哥係共產黨，總之家人裏邊有共產黨咧，以後咧好可能咧就連居留權都冇埋喺美國度，所以呢班人咧係好鬼嬲習嘅咁第二係班人憎死習係咩咧？就係軍隊裏邊嗰啲好多人就認為咧習對於軍隊一無所知，亂嚟為咗佢鞏固佢嘅對軍隊嘅控制，一上台之後咧就搞咗好鬼多嗰啲咩15個戰區、12個戰區分成改為5個戰區大量換血將佢自己啲親信安插晒喺軍隊裏邊啦。但係呢啲親信咧喺軍頭嘅眼中咧係根本就唔尊重佢哋嘅，因為佢哋認為咧佢習咧淨係安插緊好多啲特務嚟監視佢哋。所以咧條氣唔順嘅，咁其中代表性人物就係張又俠啦。咁張又俠啱啱相反佢係打過仗佢做咗好多年軍佬嘅係嘛，同埋咧仲可以吹話佢應該1986年係嘛，曾經打過一個勝仗將呢個失咗去俾越南佔領咗嘅老山搶翻嚟所以佢係軍隊裏邊咧係有一定嘅聲譽係嘛？咁你習近平咧軍隊裏面係寂寂無名嘅，所以最後咧習近平只可以靠咧安插好多親信，
好似苗華啊、何衛東啊、呢個最近出事嗰個何宏軍啊嗰啲人咧，同埋佢老婆彭麗媛啊咁，係安插佢嗰啲最信得過嘅人咧嚟管住嗰啲軍佬，嗰啲軍佬點會服輸啊？點會服氣啊？係嘛？梗係，所以咧，自從三中全會即係舊年7月份以來咧。呢三派人聯手我講三派仲爭咗一派，就係紅二代同埋軍中嘅反習派咧，佢哋自己覺得兩派加埋咧都仲未夠強去逼宮呢個習近平，所以就揾政治老人因為共產黨嗰啲文化就係咁嘅啲政治老人，啲所謂革命元老咧，好威風噶嘛，冇人敢喐佢哋嘅。咁邊啲革命元老咧？溫家寶啊、李瑞環啊、呢個胡錦濤啊、呢個仲有咩朱鎔基啊呢啲人咧，就咁咧，亦都得到呢啲政治老人嘅支持，所以咧喺舊年個三中全會咧就發動逼宮逼宮。點解我話發動逼宮？因為佢哋冇搞政變，因為佢哋驚出大亂事咧，就共產黨都死埋，佢哋唔想共產黨死。佢淨係想逼習近平讓出一部分嘅權力，最起碼咧係一部分嘅權力，最好能夠完全退落嚟啦。但係佢為咗避免出現太激烈嘅打鬥咧，就用即係蠶食嘅辦法一啲咁將你啲你啲權力，習近平啲權力去剝奪咁。好多跡象表明係咁噶啦，我已經唔需要再重複噶啦，即係同埋咧，最近咧可以講一講最近就阿習去呢個越南啊、馬來西亞、柬埔寨冇帶住個老婆，去俄羅斯見阿普京，亦都冇帶佢老婆彭麗媛，呢個係反常嘅而且唔係一次，係連續2次。係喎。另外咧，彭麗媛就俾佢安排咗喺軍隊裏面做咩軍隊嘅考核評分委員會嘅主任即係話咧佢為啲軍官啲軍佬打分嘅，咁即係話咧佢有一個可以打你少啲分，咁你就俾人哋炒魷魚噶啦嘛，係嘛？咁所以但係啲軍佬唔服佢氣嘅。咁咧所以咧聽講話咧佢而家呢個軍委都冇埋啦，冇晒啦咁點解佢冇跟住習近平出去咧？好簡單啦，佢已經係被軟禁，呢個共產黨一貫嘅做法嚟嘅。佢要打擊你，但係咧佢又驚你會反撲嘅，所以佢會軟禁你，即係話唔俾你太多行動嘅自由冚唪唥都係佢管住。